今年就簡單啲，整個開心果脆脆冰皮月餅，倒入250克嘅冰皮粉，就1:1，用250毫升嘅水去攪勻。攪到差唔多嘅時候，我哋就準備手套，用菜油分開3次倒入冰皮粉入邊去搓勻。搓得越耐嘅話，個冰皮就會越絲滑，口感呢就會越好。完成咗之後，我哋就將冰皮粉搓為圓形，每一粒為26克，之後備用。跟住就準備開心果餡料，都係搓為圓形，每一粒係22克。之後我哋將開心果餡料壓平，喺中間位置放上脆脆，搓成圓形備用。準備好晒之後，我哋就將啲冰皮壓平，之後喺中間位置放上開心果餡料，包好搓成圓形。今次呢個開心果份量大約可以做到15個嘅冰皮月餅。最後一步呢，就係將個冰皮月餅壓花。今次呢，我就買咗2個帽嘅，因為送俾朋友，咁就一個就買咗個吉字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大吉大利；另一個呢，就買咗個花翼，希望大家呢可以花好月圓、幸福美滿同埋團團圓圓。講翻個月餅先，咁我哋呢將個冰皮放入個月餅模度呢，係需要啲手粉嘅。咁手粉方面呢，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浪費嘅，因為係1包過啊嘛，咁我就成包落晒，其實呢落少少就 OK 嘅。壓完花之後呢，就將啲冰皮月餅放入雪櫃，大約4個鐘以上就成功完成。試下自己製成品先，佢個開心果餡料呢都值得一讚，佢唔係好甜，同埋中間帶點脆脆，好味。今年送俾朋友嘅話呢，喺包裝方面都落咗少少心機嘅。我揀咗呢個盒裝，雖然係只可以放到2個月餅，好少，但係佢整體上係好靚咯，送俾朋友一流。每年中秋上月呢都會必備燈籠，咁我今年就特別啲去 DIY 咗2隻成獅，精精神神、威威武武咁去上月。點樣 DIY 呢？其實就係買咗2個 pet 裝，一個呢就係身材，一個係如意。咁 pet 裝入邊啲材料都好齊全，亦都有說明書同埋教學。製作過程都好簡單，佢亦都好清晰話俾你聽咩號碼對咩號碼。話咁快呢就完成咗個聖獅頭啦，而家整埋個身先。今次呢個聖獅燈籠呢，佢係塑膠材料，咁所以好堅韌啦，同埋唔易變形，係撳入去嘅時候呢，就需要大力少少。已經完成咗個頭同埋個身啦，而家最後嘅步驟呢，就係將個聖獅頭去裝飾，黏啲金粉同埋黐埋嗰啲毛毛。DIY 聖獅燈籠就成功完成，仲可以有閃燈添。今年我就帶身材同埋如意去賞月啦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